好啦，乡亲，中秋节要到了，来看台南麻豆今年摕到麻豆文旦王的果农，伊所种的柚啊，大概是烧济问要买。其中这个帝王级的文旦已经互注文了咯，总统级的文旦嘛无爱过来接单咯。果农讲，这个帝王级的文旦食起来酸甘甜酸甘甜，是来自树林较老的55年的老柚仔树，这个风味较特殊。若总统级的文旦是35年的老樟，这两种的计数差将近3成。黄澄澄。果汁嘛真油，阁真饱满，芳气嘛真够。中秋节阁有几若个礼拜，毋过已经无用咧出货。果农讲，上大的订单已经毋敢接，尤其是帝王级的文旦，真抢市。迄区因为伊产量少，而且伊的树林较老，起来风味较特殊，所以阮家整体叫做帝王级的。帝王级的文旦55年的老樟，风味特殊，食起来酸甘甜。总统级的同款是老樟，只是年份大约35年，嘛真芳。两种的计数差要3成。园区也无共，就是讲伊的年珠，这个树仔的树龄愈老。阮认得出来。安怎判断顶级？专家讲，看表皮毛孔有偌幼，就会当知影。树龄超过20年，甚至30年的柚仔树，养分大部分会伫果子内底，食起来会较芳较甜。民众咧种的时会使看重量，若是较重的，代表水分较济；外观若是愈幼，果子的品质嘛会愈稳定。